咱感谢毕君为咱做说明。咱继续来看立法院的场外有反对国会这款修法的青鸟行动和支持国会改革的那英行动两派人马直接的表达立场。警方嘛有伫当地部署500人力，甲双方隔开，就惊会起冲突。国民党发起那英行动，就支持者去青岛东路，甲那英立委加油甲鼓励。反正青鸟的意味是真高。 有民众透早都会先到上北去到欧宴。6点，我从竹北来的，我们就希望我们改革会成功啊！从淡水6点就来了。今天的总统支持率只有40%，等于是4个角只剩一个角半。我们国会改革无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官员不能说谎。行政院竟然还要为此提出复议。 难道行政院是要保护官员不断说谎？那也立委入场投票进前嘛上台宣讲，带动现场的气氛。另外一边，济南路国民团体青鸟行动嘛组织真侪民众，表达支持福基案的立场。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大大公民论坛的代表做伙反对，包括国会特征组、花东3条例、核电厂烟药等7大法案。 有民众就算受伤嘛要来声援，嘛有人转勤，连续参加3天的活动，拢无休困。即使说失败了，可是还有视线，然后再来真的不行，我们再走上街头，还是要来吧。就是受伤也还是可以走路啊，就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外面是有人对这一切是很愤怒的。这7大议题，我们都准备好要动员跟中国国民党周旋到底。我们反对。 中国国民党让民主防卫机制倒退修法。反国权的公民团体申请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甲济南路的路段进行集会。另外，声援修法的团体嘛在青岛东路、林森南路部分的路段申请集会。警方以定岗街为界，甲2边的民众分开。 而且部署500个警察在戒备。我们总警力数有500名警力布置在会场的周边，另外我们有预备500名警力，如果说有任何状况发生，我们会紧急来抽调。营养人流，警方在现场嘛准备超过500组栅栏，而且请主办单位宣导，请青鸟行动的民众为中山南路入去会场，那英行动的民众为林森南路出入，确保动线有顺，避免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